Hello，歡迎嚟到我一個燕華財經嘅頻道。既然入到嚟就唔係偶然噶啦，係宇宙將你帶入嚟，就靜靜聽一聽睇一睇啊！我與你同行，你有幾時開始有一個大膽開始嘅做法啦？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先完成再完美。你永遠都唔會準備好，我哋要通過做事嚟準備，而唔係通過準備嚟做事。世上有99%等我準備好，最後都變成早知道當初啦。嗰個係咪你啊？先幹起來吧！好多時候都係想，都係問題，做先係答案。過度嘅準備只會讓人更加焦慮。隨便你開始，其實係最好嘅開始。人生呢個長牌，要先上台，先會有辦法去贏。出發之前都係夢想，出發以後先係收穫。凡事都係先幹起來吧，你就係已經係贏咗98%嘅人啦。邊做邊跳，一次行動好過你10000次嘅杞人憂天。果斷嘅嘗試，等反饋、修正、推進去嘅循環，最終至少能一半嘅成就，至少今生都唔會後悔啦。0到1，1到100，做緊，繼續咁做落去就會成功㗎喇。係咪好想問我呢個咖啡喺邊度啊？其實呢間咖啡喺位於吉隆坡市中心嘅Jalan Kinabalu嘅路邊，呢間叫57啦 ，FD Saffron。如果你有一日嚟到吉隆坡馬來西亞，你不妨嚟參觀下呢一間好大間嘅 mansion 啊，就係呢一個人叫做Lok Chow Kit嘅屋企啦。